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盘，盘的盘，盘是一款藏物件较浅的杯盘，像咱讲茶盘。另外买卖代志或者是种类，咱分做大盘、中盘、小盘，也佫有行期的单位，咱讲一盘期；算盘型的单位，咱讲一盘菜。啊，若是话传来传去，咱讲话搬来搬去；啊，若是换车，咱讲搬车。爬过、超过意思，咱讲搬山过岭。这个文音读做盘，也佫有盘，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搬喙颈，这个意思就是搭喙鼓，两个人讲话一句来一句去，伫咧表演。另外，这个第二个词是盘古，古早中国传说开天辟地人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因两个人伫咧台顶表演搬喙颈，为盘古开天开始讲起，实在真趣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盘，另外一个文音是盘，也佫有盘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